出来带大家看台语创作。这几年来，有愈来愈侪人在用台语做无共款的作品。不过，用台语来写 BL 男性之爱故事，却是真罕见哦。有作家用3年的时间完成全台语的 BL 小说，相片款的空色细节有声册。伫咧拜六的时阵有办读剧，带民众做伙来看这个台语 BL 故事。若是我真正讲出嘴，先摆有啥物反应？敢阁会当像恁过安尼做伙？两位查甫高中生互相意爱，煞惊讲出嘴的连朋友都做袂成。这是台语 BL 小说相片款的空色细节的读剧会。作者表示，伊过去就咧写 BL 小说，这是头摆用全台语创作 BL 有声册，用3年的时间完成，目前还未出版。作者家己兼导演，先用戏剧的方式来呈现，要互大家知影，台语用伫咧谈情说爱，嘛通呈现青春自由的风格。大家对看台语的字可能也淡薄仔无遐尔熟，其实有的人袂惯势，或者是讲，因为我希望讲，即个作品毋若是会晓台语人会看到，若是有声册，敢若会晓听台语的人，伊嘛会当用听的方式去感受到即个故事趣味的所在。那作者是头届用全台语创作，亲像小说有声册配音乐，嘛有参与即届读剧会演出。伊嘛拢是头届搬全台语的舞台剧。因表示咧投入的过程中，互因感受到台语的水，嘛毋茫带动大家开喙讲台语。我发现讲台语其实伫台湾是最重要物件，伊是一种文化吧。若是为我开始讲台语伫北部，无伫较。过几年了，会愈来愈侪少年的会当讲台语啊。玉凤写的文字是真水啦，尤其是咱南部的人，较食互人讲，咱讲话可能会较粗。毋过其实安尼写出来，互大家看到嘛是会当甲大家推测讲台语文的嘛是会当足水的。作者表示，这本台语的 BL 小说相片款的空色细节，目前暂时无要出纸本，不过电子册和有声册会伫4月17正式出版，希望会当互更较侪人了解台语的可能性甲多元性。记者张家嘅柯敏哲台北报道。